想要互你的妆看起来较幼柔的撇步就伫遮，美甲就伫遮，重点来啊哦！真好水水，大家新花开，大家好，我是 Shiny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一个会当去面试新工课的时阵，也是研究生考试发表时阵会当画的妆。这款妆呢，爱看起来幼柔佮清气，互你规个人看起来有精神佮有自信。重点就是咱修容的部分啊。今仔日会甲大家一寡修容的撇步，那安尼就做伙来真好水水。我即摆保养的定数已经做了啊，咱就直接来化妆。我通常会选择一个家己适合的水粉膏，水粉膏袂用伤济，因为我想要互我的妆看起来较自然。用安尼一点点仔就好啊。会当用你的手指头啊，点一寡水粉膏伫你的面，然后用粉扑仔甲伊拍好开。一点点仔慢慢拍好开，安尼你的妆会看起来较自然，较有精神。然后我会阁试一点点仔，因为我的皮肤较干，我的鼻仔边仔拢会有淡薄仔红红，所以遮嘛爱甲伊盖起来。咱底妆的部分画了啊，然后会当用碰粉小可定妆一下，一点点仔就好啊，无想要互家己看起来伤厚，粉伤厚。刷落来是眉毛的部分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有眉毛的人，所以用眉毛笔小可甲空空的所在补起来就好啊。咱爱追求有诶，敢若无诶的感觉。若是你要去面试的时阵，你的眉毛莫画伤内，扣好清气安尼就好啊。甲你无眉毛的所在小可补一下就好啊。刷落来，因为是要去面试，所以你的目彩的部分莫用伤复杂，用这简单的色就好啊。我会先选择中一个较浅的咖啡色来拍底，莫画伤重哦。若是画伤重，你会敢若要去唱歌去。即摆你的目睭的所在有淡薄仔色，就会看起来有精神足济。然后我会选择一个这正边的一个较深的咖啡色，画伫咧接近你目睭门的所在，安尼会看起来你的目睭较大蕊，较有精神。画完目彩就敢若醒过来共款。拄则是无困饱的我，即摆是困饱的我。刷落来，来到咱目镜线的部分。目镜线的部分呢，就是伫咧目尾的所在，浅浅画一条就好啊。莫伤高，唔会看起来你的眼神足赖的。嘛是共款，简单就好。安尼你笑起来时阵，你的目睭就会看起来足有精神呢。然后摕即个目镜门夹啊，甲你的目镜门小可夹一下。安尼你等下咧画目镜门膏的时阵，就会较方便，就会画了较好。你会当选择你家己介意色的目镜门膏。我今仔日选择的是乌色的顶头伤过的，美甲甲头前同款，就是有画敢若无画的感觉，安尼就对啊。然后甲下骹嘛补起来。刷来到咱的红仔粉，你会当选择一款较浅的粉红仔色。咱主要就是爱互家己看起来较有气色就好啊。所以嘛是共款，免画伤重，一点点仔就好啊。画伫你笑起来时阵的即个部分，安尼，所以你爱笑笑啊画哦。我即摆先画倒边，遮看起来就足有气势的，遮就看起来就想要困的。我即摆甲伊鼻仔头的所在嘛补者，安尼看起来较古水。我即摆是毋是看起来有精神足济？
咱即摆总已经完成一半，想要互你的总看起来较有路的撇步，就伫遮，美甲就伫遮，重点来啊哦，就是这修容，你会当选择即款较大支、较圆、摸较松的青啊，然后选择即款色，即款是小可带铺色、咖啡色，安尼看起来你的总会较自然。咱先画伫倒边片刀的所在。然后画咱正边的片刀，最后来到咱片头的部分，轻轻啊画一个 U。想要互你的片仔看起来较立体，就会当选择即款较细支、摸较杂白的青仔，用同款的色加深咱片头的所在，同款画一个 U。安尼你的片仔就会看起来足立体啊！爱注意哦，因为你是要去面试，所以你咧画修容的时阵，千万袂能画到目箍的所在，无你的总会看起来足赖的，安尼会足歹斗阵的感觉。刷落来，查某囡仔要求啥物，你的面看起来爱愈细愈好，所以咱下海边的修容嘛袂当家己袂记咧。用这粗角尺来画咱下海边的修容。上重要的是爱为咱下海线的所在倒染甲咱颔棍啊，甲下海的所在，安尼会看起来较自然。除了自然，就会看起来敢若减3公斤同款。查某囡仔的秘密，即摆甲你讲啊。修容画了啊，就是咱拍光的部分。咱拍光会当选择即款拍光盘，阮一点点啊，即款 bling bling 的色。爱先画伫咱目睭头的所在，目睭头画了，画咱下目箍。你会当笑笑啊画，安尼你的下目箍会较明显。咱片仔拄啊有修容，即摆要来拍光，画伫咱鼻凹的所在，然后是咱片头的部分。安尼咱的拍光就画了啊哦。最后一步来到咱胭脂的部分，若是你的嘴唇看起来较无血色，你就当补一点胭脂，互你规个人看起来较有气色。你会当选择这款豆色色，因为这款豆色色会当互你规个人看起来较温柔哦。安尼就画了咱今仔日有路阁有精神的妆啊！修容的美甲，大家敢有学会晓？若是想要有阁较侪变水的撇步，啊，阁有相关的台语新词，请继续收看，真好水水！爱记得订阅咱台语台 YouTube 频道，而且两个记得拍好开哦！咱后一集再会，拜拜！用衫橱内底上常出现的单品，参像 T 恤子、大学 T、靴子，啊，阁有牛仔裤，帮你收好几礼拜的穿插。